漫天烽火待黎明。今日講題有7個字，頭4個字似乎悲觀，講到呢個世界係太多嘅戰爭、地震、明爭暗鬥、罪惡滔天、漫天烽火。感謝主，後面3個字帶嚟盼望，就係我哋會有黎明。黎明就快來到，漫天烽火當中，我哋靠主係有盼望嘅。喺1980年嘅 Boston 馬拉松嘅比賽當中，美籍古巴女選手羅斯竟然能夠用2小時31分鐘56秒奪得冠軍。不過喺佢驕人嘅成績背後呢，有人發現到5大疑點啊！第一，佢衝過終點嘅時候冇出汗嘅，佢嘅面呢就跑完2小時咧都唔會有泛紅啊，髮型絲毫冇凌亂，小腿嘅肌肉呢毫不結實，點似一個長跑女王呢？喺40公里嘅賽程當中，冇人見過佢忽然間就出現就攞到冠軍。Boston 馬拉松嘅呢一個嘅委員會喺度深入調查後，一個禮拜宣布，原來呢羅斯喺最後1公里先插隊進入賽場，宣布取消佢冠軍嘅銜頭。係一個好可惜嘅一個嘅騙局，所以 Cheetah Fleece 香港運動同埋生活平台講係世紀嘅大騙案，關鍵評論網講係靠 cut 線奪冠，新浪咧係話假跑女王。其實你同我嘅人生係跑馬拉松賽。記得我哋唔能夠假跑，我哋唔能夠抄捷徑，我哋唔能夠插隊，我哋唔能夠作弊，我哋唔能夠以假亂真。點解呢？因為有一日我哋都會面對主耶穌嘅審判。哥林多後書5章10節講：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台前顯露出來，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我哋嘅生命當中、人生當中點樣跑，係真跑或者假跑，係欺騙，喺基督台前都會完全嘅顯露啊！今日透過彼得後書嚟到思考漫天烽火待黎明。第一分題，末世嘅應許到底係耽延或者寬容呢？漫天烽火，我哋應該係囤積或者係投資永恆呢？金色嘅黎明，我哋應該殷勤與聖潔。末世嘅應許係耽延或者寬容。第一要緊嘅，該知道在末世有好多好譏誚嘅人，隨從自己嘅私欲出嚟笑講，主要降臨嘅應許喺邊度呢？因為從列祖睡了以來啊，萬物同起初創造嘅時候一樣樣噶。佢哋故意忘記呢一個天咧係神嘅命令所做嘅，地咧係神命令水而成，水河地，故此咧當時嘅世界被水淹沒，但現在嘅天地啦，仲係憑着那命存留。直臨到不敬虔之人受審判遭沉淪嘅日子，用火焚燒。親愛嘅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不可忘記，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佢耽延，其實唔係耽延，係寬容你哋，唔願有一人沉
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好譏誚嘅人否定咗主再嚟嘅應許，佢哋嘅理由就話，從創世到而家，世界面貌冇乜嘢改變啊，亦都冇明顯嘅跡象講主再來，所以佢哋故意忘記主再來嘅應許。我哋翻開歷史，睇到喺公元前2348年，神曾用洪水滅世，唔係部分嘅，係成個世界都被消滅。就係喺挪亞600歲嗰一年，洪水降下40日，一年後水先退晒，挪亞一家從方舟出嚟。嗱，呢個表係相當完整嘅，你仔細研究14個國家都有記載洪水滅世嘅洪水，人陷在罪中，神明刑罰蒙恩嘅家庭，祭船被災。嗱，洪水來襲14個國家都有記載，人類獲救13個國家都有記載，動物獲救，世界被毀，山頂着陸，放出雀鳥，獻祭，神明悅納。嗱，呢啲口傳又好，或者有少少嘅文字，部分文字又好，都證實曾經有滅世嘅洪水出現過。但係嗰啲譏誚者故意忘記，佢哋唔留意局勢嘅演變，唔睇唔聽唔講，蓄意將身邊所有嘅末世嘅徵兆視為芝麻綠豆嘅事。佢哋用鴕鳥嘅政策掩耳盜鈴，自欺。當時呢，世人罪惡滿盈，神就用洪水毀滅世界。結果不敬虔嘅人被洪水淹沒，不過神又宣布有洪水，直到洪水侵襲嘅時候，有120年可以悔改嘅機會。當時挪亞身邊嘅人都唔願意悔改，都唔信啊！嗱，今日世界比對一下，好相似，道德敗壞同埋後真相，即係今日世界咧唔係真相為主啦。以前咧事實勝於雄辯，而家咧雄辯勝於事實，係2016年之後，係一個真相已經被淹沒嘅時代。咁嘅世界，神講過會用烈火毀滅呢個世界。神唔係耽延，點解火仲未嚟呢？滅世嘅大火未嚟呢？係寬容我哋。2023年6月26號，基督教今日報有咁嘅記載，穆斯林快速回應耶穌，100萬嘅伊朗人歸主。伊朗嘅國培嚟講，苦難，伊朗嘅苦難使到百姓覺醒而歸回主。目前穆斯林正以我們1400年未見過嘅速度嚟到回應耶穌。伊朗嘅基督徒咧，只能夠秘密喺屋企聚會，佢哋咧受到監視，係隨時會坐監被處決嘅。沙利亞博士，佢有伊朗葛培理之稱，佢最近著作一本書《伊朗大復興》，佢個人曾向主祈禱話：求主使用我嘅生命，我希望睇到有100萬穆斯林歸向基督。
佢係根據耶利米書49章嘅預言，喺末日神要設立伊朗，喺伊朗設立神嘅寶座，成為差遣嘅中心，將會影響中東同埋整個世界。耶利米書49章38節，耶利米嘅預言，我要在伊蘭，伊蘭呢就係伊朗，設立我嘅寶座，在那裏除滅君王和首領。我哋睇一睇現在嘅伊朗咧，伊朗基督徒成長數目急速成長，1979年先至有500名基督徒，2023年有基督徒200萬人，基督徒人數年增長率係20%。主再來嘅應許未到，唔係耽延，起碼寬容咗伊朗人。今日伊朗人由500名信徒到200萬人，主唔願意睇到有伊朗人沉淪，去等待全國悔改。導致伊朗大復興嘅元素係上帝嘅寬容，但係信徒要同上帝同工，信徒可以透過獻金、獻土、獻身，使到伊朗人係聽聞福音。當我哋係迫切祈禱嘅時候，伊朗就見到好多異夢異象，好多伊朗人發夢發到有十字架，有白衣人，亦都透過福音廣播，讓佢哋能夠認識主，亦都派發聖經，讓你讀到聖經中嘅耶穌係救主，亦都有好多愛心嘅關懷，呢啲咁嘅元素，讓佢睇見今日伊朗大復興。嗱，俾大家睇一幅嘅相，係2006年我喺華傳雲頂宣教營擔任主題講員。呢幅相係2012年我喺東馬美利福音堂青宣營擔任講員，好感人。就喺雲頂嗰次嘅聚會，當我喺台前呼召全職奉獻嘅時候，有71位回應宣教嘅呼召。喺美利福音堂，當我呼召全職宣教嘅呼召嘅時候，有26位。當時嘅情景就係大家好迫切嘅回應神嘅呼召，宣教大復興嘅時代。不過呢8年、9年、10年，竟然宣教運動出現退潮，喺新馬、香港、韓國、北美更明顯。喺青宣營當中，我繼續呼召，繼續呼召。不過呢，有時真係小貓幾隻，越嚟越冷淡。弟兄姊妹，記得神繼續寬容我哋，神今日仍然等候罪人快啲悔改，不致滅亡。信徒希望在退潮當中，你能夠做中流砥柱，回應宣教嘅呼召，唔好白佔地土，因為神寬容嘅時間係有限嘅。漫天烽火，我哋囤積或者投資永恆咧，特別要講第8節，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上帝創造多時間同空間放喺宇宙當中。嗱，上帝本身唔受時間空間嘅影響，不過佢創造人類之前放咗太陽、月亮、地球，我哋就有時間空間嘅限制。神自己咧喺時空之外，所以佢一日好似千年，千年好似一日。嗱，咁帶到一個好重要嘅應用。無神論者建造好多個認為固若金湯嘅城堡，亦都聲稱千年不會被攻破嘅。不過對神嚟講，千年呢，我好似一日，佢可以有足夠力量喺一日之內粉碎敵基督嘅城堡。
面對漫天烽火，我哋感到失望、無助、躺平。我哋唔知幾時先能夠脫離苦境。記得神能夠喺一日之內，或者就在今晚，將整個世界翻轉過嚟，或者整個世界毀滅。聖經入邊講主嘅日子，好似像賊來到一樣。賊嚟嘅時候毫無預警嘅，總係喺你未作好準備嘅時候出現，令你膽戰心驚。主嚟嘅日子，成個天塌陷，好大嘅聲響，全世界每一個角落都聽到嘅。所有有形質嘅都被烈火消化。嗱，喺2347年 B.C.， 神喺空中設立彩虹，即係話神應許我唔再用洪水毀滅世界。嗱，今日你會駁我話有好多洪水毀滅喎，不過神應許唔會用滅世洪水嚟到毀滅世界。當地和其中嘅物都被焚燒嘅時候，呢個世界末日嘅帷幕就打開咗啦。大火，神用大火毀滅成個世界。我曾經面臨大火嘅困境。1993年11月2號，我喺美國進修嘅時候，喺電視見到加州 Malibu 發生大火，一夜之間有25000公畝嘅地被燒為平地啊！馬里布係叫明星之城，城入邊好多好萊塢明星嘅豪華別墅啊！咁咧喺美國嘅電視咧，一日咧24小時都有節目睇嘅。我喺電視機面前睇到3個人嘅心聲。一個女士講：我嘅別墅呢，曾經喺美國一份雜誌入邊介紹過噶，係最有品味、最豪華、最現代化嘅別墅。你睇下，而家完全化為灰燼啊！一個男士講：我特登將我房咧，我間屋咧係建喺山頂啊，空氣好，嗰車好難上去嘅。我好憎嗰啲不速之客成日揸車上嚟參觀我屋噶。今日救火員講俾你聽，你間屋咧所處嘅地勢險峻，又冇救火水龍頭，係最難搶救嘅。第3個人講：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If I had known today, why bother？ 早知今日我間房子會被燒為灰燼，我就唔會買咁多名貴嘅家私，我就唔會喺呢必壞必朽嘅物資上拼命投資。我寧願攞去周濟窮人，我將我錢寧願投資永恆啊！火會吞噬我哋嘅財物。你話我放銀行啊，銀行嘅錢都會被釣魚、欺詐、掏空啊！2021年12月底，新加坡華僑銀行有790名客戶，因為誤信釣魚嘅短信，被不法之徒從佢哋嘅存款中偷走咗新幣1370萬元。我哋以前勸導人家唔好將啲錢放喺屋入邊啊，銀行最安全。而家銀行完全唔安全噶，所以聖經好早提醒，不要為自己積賺財寶喺地上，要積賺財寶喺天上。奧古斯丁講：我哋可以用暫時嘅換永久嘅，用地上必朽壞嘅換天上不朽壞嘅，即係將你嘅金錢同財富投資喺福音事工上，就轉化成為永恆嘅
有價值嘅一種嘅錢財啦。1865年6月25號，戴德生咧決定成立一個新嘅差會，向中國傳福音。佢就到倫敦市一間銀行開戶口。戴德生同櫃台嘅職員講：我想開個戶口啊。職員話：咁你貴姓大名呢？戴德生話：唔係唔係，我唔係用我名啊，我係為咗中國內地會開戶口。哦，呢一個名稱第一次喺歷史出現，中國內地會。職員話：咁你打算俾幾多錢呢？存幾多錢呢？戴德生話：哦，10英鎊。10英鎊開始一個差會啊！感謝主，好多弟兄姊妹決定投資永恆。我睇見喺呢一個嘅內地會嘅歷史入邊，頭40年，弟兄姊妹總共奉獻咗100萬鎊。41到70年，400萬鎊；71到100年，700萬鎊。本來5鎊開始嘅，但係當弟兄姊妹肯投資嘅時候，就成為一個好壯大嘅差會，帶領好多好多中國人嚟到信主。我哋聽下幾個奉獻者嘅心聲啦。普吉上校，因為琴晚聚會嘅時候咧，我本來預備奉獻5鎊啫。不過喺你戴德生嘅信息入邊，我睇到中國人一個一個走向永遠嘅滅亡。今日朝頭早起身，我改變主意啦，我寫咗張500英鎊嘅支票，奉獻俾我內地會，投資500英鎊。一位女士講：我可以唔食肉，但係嗰啲唔信主嘅人咧，唔可以冇福音。一位姊妹佢話：我以前奉獻俾上帝啊，所有嘅錢啊都唔夠我一次食個羊排啊，所以佢哋都學習點樣嚟到節省、投資永恆，產生好多中國人歸主嘅果效。最後，我哋思想金色嘅黎明，我哋嘅回應就係殷勤同埋聖潔。第一場景就係現在嘅，我哋係活在末世前夕，有地震、有饑荒、有火災、有水災。接下去，我哋會進入漫天烽火嘅場景。第三個場景，金色黎明，就係漫天烽火將全世界燒完之後咧，所有物質都被燒完之後咧嘅情景如何？我製作咗一個用普通話嘅視頻俾大家一齊嚟到學習。金色的黎明，一榮耀早晨，憂愁消散；一榮耀早晨，和平彌漫。思念已過去，不再悲哀。天門將大開，主要再來。傷心變喜樂，萬事光明，永遠不再見黑夜陰影。轉眼即改變，向主榮行。輝煌的黎明，救主相迎。遙遠天那邊，喜樂欣慰，眼淚已擦乾，
不再流淚。親友再相見，永久團圓。可愛的黎明，為時不遠。金色的黎明，主要再來。金色的黎明，得勝奏凱。勝利呼喊聲衝破星河。金色的黎明，為你，為我。切切仰望神的日子來到，在那日，天被火燒就消化了，有形質嘅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們照他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既盼望這事，就當殷勤，使自己毫無玷污，無可指責，安然見主。喺呢一個末世事件當中，有3個關鍵事件。第一，金色嘅黎明。第二呢，之後我哋會係面對審判，信徒會面對基督台前嘅審判，拒絕救恩嘅人會面對白色大寶座嘅審判，我哋就進入新天新地啦。所謂基督台前嘅審判，主審判我哋嘅事工，我哋殷勤或者懶惰啦；主審判我哋嘅生命，我哋聖潔或者污穢咧。嗱，好多隱然未現嘅罪啦，我哋以為冇人知。喺基督台前嘅時候，主將我哋嘅生命好似電影咁樣一一呈現出嚟。我曾經犯嘅罪，以為冇人知，但係主將佢揭露出嚟。好多無頭公案嘅元兇被捉咗出嚟啦，我哋以為佢可以永遠係逃之夭夭，但係主喺審判台前將佢哋捉咗出嚟。另一個角度咧，古約翰所講嘅，到咗末日，所有復興運動嘅真正推動力會被揭露出嚟。嗰陣時，大家先至覺察到，原來喺幕後好多寂寂無聞嘅信徒，透過懇切嘅祈禱，促成一個又一個嘅復興運動。喺基督台前嘅審判係審判嗰啲我哋嘅罪行，但係亦都係會揭露我哋嘅默默無聞嘅敬虔嘅祈禱嘅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你以為冇人知道你嘅敬虔，但係主知道，主欣賞，主悅納。你會面對乜嘢評語呢？正面嘅話，可能主會講你做得好，良善又忠心，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嘅快樂，必得那永不衰殘嘅榮耀嘅冠冕。可能你面對負面嘅評語，你又惡又懶，白佔地土，我從來不認識你。你話我有咁多侍奉，我又唱詩，我又做招待，我甚至做執事，但係主話你根本未真正悔改重生，我從來不認識你，變咗一生空炮。嗱，我要睇一睇全球面部識別嘅電眼數目同埋人口嘅比例好唔好咧？排行第一嘅係重慶啊，1000個人咧係被168台嘅電眼監視住，第1名到第10名都係喺中國嘅，第11名係邊個國家咧？新加坡。新加坡咧1000人被15台電眼監視住。
係係咪喺大街上有人跟蹤你？唔係，原來大街都有電眼睇住你啊！從2012年4月，新加坡警察設立咗電眼之後咧，全國有9萬台電眼，破咗6000宗嘅案件。人造嘅電眼可以睇到你所有暗中做嘅，神又如何呢？你要預備迎見你嘅神，因為上帝無所不知、無所不在，佢照出你暗中嘅隱情，顯明人心嘅意念。點樣預備迎見主呢？當殷勤，冇玷污、冇指責，安然嘅見主，或者用呢一個嘅黃景清醫生嘅見證作為今日嘅結束。佢嘅見證係殷勤同埋聖潔。黃景清喺11歲嗰一年蒙召，一位宣教士呼召話：要收嘅莊稼多，做工嘅人少，你願唔願意對神講是呢？11歲黃景清話：我冇花太多時間就話主願意，我唔會拒絕，就奉獻自己一生啦。1976年醫學畢業之後，8月14號，黃景清醫生夫婦到尼日爾高爾美醫院。嗱，我曾經喺尼日利亞宣教，係好痛苦嘅地方，係同尼日爾係隔鄰嘅國家，都係喺撒哈拉沙漠嘅地土上。高爾美醫院，黃景清夫婦嘅宿舍同埋醫院嘅病房，佢面對好多難處。第一，好熱，有時係高度熱到46度，有 Hamilton 沙風。嗱，我住尼日利亞，佢住尼日爾，嗰啲沙塵風一樣影響嘅。我哋兩夫婦朝頭早咧係俾嗰啲沙風吹一吹嘅時候咧，夜晚成個面巢晒、老晒。一次嘅沙風咧，可以係殺死咗有腦膜炎200人嘅，而且醫院嘅設備好簡陋，同新加坡冇得比啊！有一種鉸剪蟲，有一個人開會嘅時候咧，人哋話：喂，乜咁多蟲啊？咁多，一共有13隻鉸剪蟲黐住佢身，有時候喺手術台上出現。有時候跌咗杯入邊，有時喺聖經上邊，嗰啲鉸剪蟲真係好猛整嘅，你睇到噶。最淒涼嘅就係將兩個仔送到900公里嘅寄宿學校。有人問：點解你要到一個被遺忘嘅地方呢？佢係因為一個靈魂得救勝過世上所有嘅財富。黃醫生2019年1月7號患胰臟癌，安息主懷。喺臨終前有人問：到咗天堂，你最想見邊個呢？黃醫生話：主耶穌，我要感謝佢點解咁愛我，讓我能夠到非洲被遺忘嘅地土嚟到傳福音。點解咁愛我？2019年7月，SIM 差會委派一對夫婦周順道帶住黃景清醫生嘅骨灰，飛到尼日爾高爾美醫院，喺嗰度舉行盛大嘅追悼會，將骨灰埋葬喺非洲嘅地土上。佢生時為咗非洲靈魂，死嘅時候亦都埋葬喺非洲。高爾美教會主任牧師納吉迪多牧師對黃景清醫生嘅生命有最貼切嘅詮釋。喺喪禮嘅時候，佢講：好，而且有良善有忠心嘅僕人。弟兄姊妹，良善係生命，忠心係事工。若主今日就嚟，到底佢
對你嘅評語係咪良善又忠心，或者又懶又惡呢？讓我哋能夠去跟隨主嘅腳蹤，學習黃醫生嘅榜樣。我哋低頭同心祈禱，天父，我哋感謝你，主之所以遲遲未嚟，係寬容我哋，係俾我哋更多嘅機會為主工作，更多機會係調整我哋生命，更好嘅預備迎見我哋嘅主。求主賜我哋殷勤，賜我哋聖潔嘅生活，讓我哋能夠睇見漫天烽火當中，我哋活得精彩，我哋能夠活到終極無憾嘅一生。願主將彼得嘅一段嘅教訓，深深嘅銘刻我哋心中，讓你生命轉化，我哋活得精彩，一生一世愛主更深。以上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阿門。